亮眼共哈巴，今天来的这一位呢，也是位主持人，但来到这里一定要考考大家的哈巴。我们来欢迎郭世伦。哈达后海黑郭世伦。那今天呢，郭同学来到这里呢，我想跟你聊聊，因为你平常都会出去，喜欢跟人家出去约会、出去玩嘛。户外活动适合郭世伦，是，所以要出去之前，你一定要问。紧不腻，甜死后梦。今天天气好吗？但是出去的时候最怕走一走，突然间落雨下雨，但是没关系，总算在天空突然出现了一道天穹，天穹彩虹，很漂亮。不过我想说约会大家还是比较希望能够是后田晴天，这样玩起来会比较尽兴，对，当然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看很温暖，走一走，你再看看上面有一颗好温暖的日头太阳，厉害！谢谢老师，不客气，这位学生非常厉害，以后可以常常来我们的课堂上学哈巴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一定要学好。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跟天气有关的。好的，好不好？今天天气好吗？紧不腻，甜死后梦。下雨，落雨，彩虹，天穹，晴天，后田太阳，日头。所以呢，郭同学呢，今天在我们的课堂上，想必有学会了客家话，学到非常多，谢谢老师。OK， 复习时間。今天天氣好嗎？近半日天時好無？近半日天時好無？下雨，落雨，彩虹，天穹，晴天，後田，太陽，日頭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